前一阵凯美风台扫过，对华人造成真侪影响。有一寡50吨以上的大树啊，嘛拢倒去哦。民众希望讲，看讲有啥物办法，通甲这老树啊救回来。花莲高中湾港口的海滨公园，步道两边有真济50年以上的大树，互凯美风台吹倒。长期伫遮运动民众看到这唔甘，唔知这老树是不是还有机会活落去？有的整个阶段应该是长不回来的，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认为啦，就是有的你把它对半砍掉，剩头嘛，应该它就不会再存活了。官府建设处表示，花莲树啊主要分列管老树甲一般杂木大树，目前主要倒去是较千斤的一般杂木，亲像青啊，已经派人修剪了后，降低树台重量，搁定静登去。还必须要做一些观察，也不晓得说这个实际上它能够存活的存活率大概是多少。我们当然尽快的把它种回去，让它能够赶快能够有机会能够让它再生长。要让针对即摆凯美风台来进行，相关单位无对树啊做修剪，才互较大的树啊挡袂去强风扫倒去。这一次好像可能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大下来。那像这种比较大的，我这么看了一下就非常很可惜，没有修的呢。对，这个没有修，这个上一次好像这一代也有倒过几次。官府建设处强调，树啊伫封城期间，往派人修剪，按过即摆凯美风台路线的方向转变，未来加强风台进程树啊加固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